各位香港的街坊朋友早晨，我是清遠跨境置業顧問小張，今日同大家介紹一套清遠避暑加投資加養生3合1的筍盤，全程 via 我帶你行入凱旋美活，即刻解決你最關心的返港距離問題。首8萬月供2000，即刻做山景業主。我哋今日睇嘅係小區樓王單位，96方3房2廳2衛，精裝未住過，東向陽台直望筆架山主峰，每朝起身都似住係度假村。關鍵係業主急放，約持在手，隨時簽約。呢個就係戶型圖啦，房間係有3個嘅，洗手間2個，一個廚房，一個陽台。睇完戶型圖，我哋繼續睇房，先睇下呢個房嘅大門位置，旁邊可以做一個鞋櫃，大門位置側邊有個雜物間，3.6方，可以做一個洗手間，也可以放雜物。呢個係清遠市區罕有的低密度園林小區，整個小區11棟全部藏身筆架山腳下，陽台望出去就係大灣優避暑勝地筆架山漂流區。左手邊松林公園天然氧壩，最緊要係返港大巴上車點，開車10分鐘直達；許頤高速入口15分鐘接駁大灣區路網，30分鐘到清遠高鐵站，1個半鐘直達西九龍。想飲早茶話走就走。跨入大門第一眼就見到31.4方超大客餐廳，飯廳可以放一個6人台。客廳仲做埋吊頂同電視背景牆，東向5.2方觀景陽台，將山色引入屋企，到時可以放一個 L 型主角沙發位。香港親友來度假坐滿都唔逼仄，全屋名牌精裝，你睇下地磚接縫位都未踩過。知你最擔心交通，特別整理時間表，樓下開車10分鐘到美林國際酒店，香港直通巴落客點，15分鐘接駁汕站許鑫雙高速，10分鐘到萬達廣場嘆冷氣，樓下行5分鐘到向群市場，日日新鮮清遠雞，週末行百步梯晨運，落山就買到餸。我哋睇下呢個廚房，5方廚房，麻雀雖小五臟俱全，全新品牌3件套已裝好，消毒櫃、防爆玻璃灶台、側吸式油煙機、石英石台面預留多士爐位，整西多士都夠位，有明窗，採光通風冇問題，煮餸唔使擔心油煙。睇完廚房，我哋睇下3個房間，同一個洗手間。全城獨家筍價5800每方，同優新盤叫價過8000，呢套55.8萬即買即賺，首期8萬月供2000，租間房嘅價錢換來度假養老資產。業主因工作問題調動，約遲已交我哋地鋪，今日預約會有睇房，額外送高鐵站接送服務。行入走廊，左手邊第一個房間就是8方兒童房啦。可以放一個1.5米的床加聯排衣櫃。我哋睇下第2個房間，第2個房間可以做一個老人房。右手邊11.2方老人房，擺1.8米床都行得開。最貼心係隔壁3.7方明窗客位，乾濕分離，仲有防滑磚，老人家沖涼好放心。我哋最後睇下主人房同客人洗手間。呢個客人洗手間係3.7方明窗蹲廁，如果不喜歡蹲廁，可以改返坐廁，可以做一個乾濕分離。有鏡櫃洗手池，最後一個房間就係主人房啦。重點嚟啦，13.8方主人套房，直接對着筆架山，
山景晨光自然叫醒服務，我哋實測過，擺完1.8米大床，仲可以整排6門衣櫃，女士們啲手袋衫褲盡收眼底。好啦，今期嘅視頻我哋睇完啦。如果有興趣，可以視頻下方評論區聯繫我，有我的 WhatsApp，有我的聯繫方式。我哋下期再見。